Kingsman 因為 shot 事件搞到好大件事，但我話就因為咁更加要去下，因為事件過後一定會服務好，仲唔驚冇 shot 飲。佢哋最近仲出咗新 menu， 佢哋新 menu 咧就係以唐人街為主題嘅，咁你有唔同地方嘅唐人街啦，有新加坡啊、曼谷啊。印度都有啊。首先去到曼谷，佢有杯以船麵做靈感嘅 cocktail， 叫 Bloody Boat Maggie 船麵馬記，可以揀10小辣、中辣同特辣。頭先咧佢就話我食開淡仔5小辣咧，就應該嗌中辣。佢基酒係3新牌洋葱紅酒，加咗船麵湯、辣椒醋等等，上面仲有嚿豬紅，係一個好有趣嘅 Bloody Mary。嘅獵奇可以試印度唐人街代表 Raita Gin Fizz 曖昧，佢係杯用竹葉青酒加上4塊吉 gin 做嘅 Weymouth Gin Fizz。哇！好清新啊，好飲。新加坡唐人街牛車水就有呢杯戒煙多士，佢係用蛋卷去澄清 vodka， 加上酒釀椰子水班拿，上面仲配咗塊真戒煙多。佢真係有個戒煙多士嗰個多士嘅味道，好特別。唔講唔知，秘魯都有唐人街。呢杯 Palo Saltado 聖木前面就取材自秘魯聖木，一杯用米香型白酒加上 whisky， 仲有無花果葉、紅酒醋、番茄水做嘅 Old Fashion， 主角當然係聖木。呢個幾好飲啊 ，pretty nice 啊，好香。試完 cocktail 又到最重要環節啦，呢個好難攞嘅 Kingsman shot，cheers，yeah。